今集我哋入住福布斯旅遊指南5星級酒店，窗外個景仲見到四季酒店。去賽車迷一定要去嘅博物館，睇下有啲咩睇先。去一間本地人同遊客都好中意嘅甜品鋪，試埋人氣好高嘅空區麵包店，睇埋澳門歷史大宅有幾大。開始澳門第3集。如果想睇嘅話，記得訂閱旅遊通呢個 channel， 按埋 like 同 share， 我哋馬上去片。第3集，澳門3日2夜。今集除咗帶大家嚟到澳門半島，揾下有咩好食同好去處，仲會開箱福布斯旅遊指南5星級酒店。開始第1站，出發。今次我哋入住澳門巴黎人酒店嘅香檳大床套房，呢個房型嘅房間面積有72平方米，房間入面有梳化同書台，仲有張餐冊同細細張嘅矮台，同埋配備咗一部 LCD 電視，牆上面掛住啲裝飾畫。房間入面有一張特大雙人床，你可以從窗邊欣賞到四季酒店嘅絕美景觀。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關酒店嘅設施同周邊設施，睇旅行揾酒店系列嘅足料版本。博物館入面嘅展品包括超過20幾架著名車手嘅戰車，仲有東望洋跑道立體模型。博物館總共有4層樓，跟住扶手電梯上到第2層。2樓主要展示澳門格蘭披治電單車大賽，展出好多款電單車。電單車解救裝置將賽車拆開吊起咗，好清楚睇到電單車嘅各個機械組件結構，仲展示咗英雄杯相關展品。嚟到1樓，1樓展覽主要集中喺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、早期方程式賽車同3級方程式大賽。澳門大賽車博物館嘅藝術場，葡萄牙直視覺語言同塗鴉大師創作嘅克修線拿，仲有好多位傳奇車手，好似線拿、夏美頓嘅戰車同相關展品。用 logo 元素砌咗一架特別嘅1:1比例樂高3級方程式賽車模型，用咗超過30萬粒樂高火粒砌成，用咗大概7個星期完成。車身顏色主要係綠色，配咗象徵澳門嘅蓮花圖案做點綴。車身上面仲有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25週年嘅25號號碼。嚟到地庫層，地庫層主要集中喺東望洋大賽同澳門 GT 杯2大賽事，展示咗好多款澳門 GT 杯嘅賽車，仲有引擎機械結構。地庫層展出好多架歷屆參賽賽車，營造出氣勢龐巨嘅賽車場景。地庫層展出咗8尊好有代表性嘅賽車手蠟像，同埋多位國際知名嘅賽車手。博物館入面有好多款多媒體互動體驗，等參觀者可以深入感受賽車運動嘅激情同技術魅力。
禮記雪糕飲冰專家，已經有超過90年歷史咁悠久嘅老字號冰室，主打推介有雪糕三文治、雪糕磚、紅豆雪條。今次我哋就揀咗雪糕三文治。雪糕三文治用2塊薄薄嘅威化餅，夾住3隻唔同口味嘅手工自家製雪糕，分別係椰子味、哈密瓜味同雲呢拿味。椰子味好清香，哈密瓜味就比較濃同甜，雲呢拿味就相對輕身啲。3隻口味夾埋一齊，帶出層次，好豐富嘅口感。呢度啲麵包同蛋撻唔單止香脆好味，個樣仲要整得咁精緻。主打推介有酥皮焦糖蛋撻、青提丹麥酥、福片子開心果可頌。今次我哋就揀咗青提丹麥同酥皮焦糖蛋撻。青提丹麥用咗丹麥酥皮做底，酥皮外層金黃酥脆，最搶眼係面頭擺咗5粒新鮮青提，粒粒都晶瑩剔透，翠綠飽滿。青提下面夾住獨門特製嘅青提醬同乳酪醬，一咬落去果汁爆出嚟，外皮薄脆，好似千層酥咁。乳酪醬同青提醬混埋一齊，食晒成份都唔會滯。酥皮焦糖蛋撻都係唔可以錯過嘅美食，特別在於外層金黃香脆嘅焦糖酥皮，面頭有層薄薄嘅焦糖脆皮。酥皮、焦糖同蛋奶餡各有特色，撈埋一齊既有酥皮嘅脆、焦糖嘅甜香，又有蛋奶餡嘅滑溜同濃郁。糖沼盛世係一間好受本地人同遊客歡迎嘅甜品店，無論係芒果定榴蓮類甜品，都絕對值得試下。主打推介有榴蓮班戟、楊枝甘露、原隻粒粒芒果椰王子。今次我哋就揀咗原隻粒粒芒果椰王子。原隻粒粒芒果椰王子係糖沼盛世嘅一款人氣甜品，用成隻椰王做容器，裏面有椰子凍同大量新鮮芒果肉，再加埋西米露，椰香同芒果嘅前味完美結合，甜度啱啱好唔會膩，食落好清爽。芒果肉又甜又多汁，椰王子底部嘅椰子凍食落冰涼又滑溜。用料好足料，係糖沼盛世嘅招牌之一，深受本地人同遊客鍾意。鄭家大屋係保存得最大同埋最完善嘅中國傳統式民居之一，係一座院落式大宅。方形內院入口嗰度有啲西式裝飾，內院由一條 L 型回廊圍住，回廊有2層咁高，上層有一排連續嘅排窗，下層就有中式月門同葫蘆窗洞。嚟到餘慶堂呢度有前廳同後廳，跟住樓梯行上第2層，用咗抬梁式木架同兩邊承重山牆混合結構，整到個空間好寬敞。橫梁上面掛住一塊餘慶牌匾。窗戶就有東南亞特色嘅百葉窗。鄭家大屋裏面嘅家私展現出濃厚嘅中式古典風格，融合咗當時有錢家族嘅氣派同文化。搶案後面有一幅由12扇屏風組成嘅折扇形壽屏。2樓後廳設計咗西式假天花同中式木雕裝飾，仲有連續嘅排窗同貝殼窗裝飾。嚟到積善堂嘅1樓，裝飾就比較簡約。喺大宅前地有一條神秘通道，佢會通去邊度呢？
原來可以去返方形內園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下一集會繼續澳門3日2夜嘅旅程，記得睇埋下集預告。最新旅遊美食必去景點、酒店、交通攻略，每周更新，馬上訂閱，帶你玩轉5個旅程。有想睇嘅地點同埋主題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聽，你嘅建議有機會成為下一條影片㗎。